来关心2024的总统大选，那北要合作，所以是超白平。民众党这边就批评国民党提出来的初选方案，根本就是球员兼裁判。那侯友宜这边是呼吁爱为着合作来找方法，唔通瞎查天火岛地势破局。另外，民进党的赖清德是提出2050的净零转型5大策略，希望会当推动绿能，嘛会当兼顾着产业发展。那北韩2摆会见会迟迟无定案，反倒当是双方隔空交战。国民党办公室批评侯友宜办公室提出的这种方案，亲像咧出气共款，而且民主初选有球员兼裁判嫌疑。侯友宜办公室是回应。合作不应该加做零和，无法度接受提案被完全排除，呼吁爱为合作找方法。国民党现在好像不是折中，现在好像是在讨价还价。球评是你们的，球员是你们的，球迷也是你们找来的，连场地都是你们举行的。这个会对于我们来说，会有一种好像都是你们在做球员兼裁判的感觉。潜水夫如果一直想着鲨鱼，他就摸不到珍珠。我们要为合作找方法，不要为破局添柴火。目前球应该是在对方手上，我们也希望可以有好的结果。国民党办公室强调，无办替国民党甲侯友宜主随见面讲，暗过幕僚作业爱先启动，那北韩时时就要破局，双方拢无将话讲死。暗过那北韩意外插曲，国民党办公室主任周如修是民进党员，佮代表甲侯友宜办公室谈判。周如修19宣布退出民进党。我已经正式向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提出。退党的声明。民进党大清德是提出政策규划，提出2050净零转型5大策略，包含启动第2摆能源转型，推动社会甲绿色产业相对转型，形塑净零永续绿生活。政府做上强有力的后盾，让任何人拢有公正转型，让台湾成功的在2050年达到净零转型的目标，也让台湾因此成为环境、社会永续的国家。政府一定是做全民的最大后盾。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访问台湾，除了甲赖清德侯友宜见面以外，18暗时也甲国民党斗阵食饭，维持公平原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